后来过来，为着无爱互像张淑晶这种厝头家设局骗厝卡的代志过来发生，行政院订定主体转租的新制度，佫叫做张淑晶条款。打来税厝互人每一度的电费袂当收超过6.4角1。若是乡体或者是海沙厝，嘛要事先讲互厝卡知，违反规定者，依照消保法罚款30万。这个新制度伫6月份开始实施。还要被你们恐吓，还要找我房子的麻烦，到底有没有天理啊？哪讲哪靠，这个厝头家张淑晶为2013年起，就被检举讲伫个租厝契约顶面动骹手，为了避免恶质厝头家代志搁发生，行政院消保处定主体转租的新制，估计6月份就会实施。屋子的所有权人，他可以把他的房子先租给我们的房屋租赁公司，我们房屋租赁公司再以二房东的身份呢，再去租给房客。避免厝头家趁电费钱，规定袂使收超过台电热天的电费，上限每度金额是6.4块。若是乡体海沙厝爱先讲，律师肯定这项新的制度对厝头家厝卡来讲是加一份的保障，也毋过嘛要设置为恶质的厝头家会换客用。租约签订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双方要盖骑缝章，也就是拿房东跟房客的印章盖在每一个页的骑缝处。律师嘛提醒讲，租厝一定要去现场看，唔通干那看网络的相片就决定要签约，避免日后发生纠纷。